我叫曹三民，现年60岁。我们这个队伍，最大的年龄就82岁，最小的就是60岁，平均就是70岁。瑜伽我已经练了8年了，年轻时候没练过，我这个退休以后才开始练。那就是坚持，每天就是坚持每天，一个礼拜我们聚会一次。好，我这些极限动作都从事5年。练完以后感到浑身轻松，吃饭吃得香，睡觉睡得香，能吃能睡，身体健康。这几年退休了，基本上年龄大了，没事一起锻炼，越锻炼越开心。我呢就叫梁桂歡。廣東順德倫教人，倫教高咧到今日咧就163年嘅歷史，到我呢代咧就係第4代傳人。我哋咧做我哋嘅倫教高咧都好辛苦嘅，咁我哋咧每日咧就下午咧就開始浸米，浸到凌晨2點鐘，咁就開始磨米，磨完米咧就再加糖啊嘛。再加高種啊，咁啊等佢自然發酵，咁咪到第二日凌晨2、3點鐘就開始蒸，咁啊蒸好咗之後咧就要攤凍咯，攤凍咗先有賣嘅。倫教糕係凍食先好食嘅。呢10幾年咧，即係經過我自己研發，就好多產品啊，有馬拉糕啦、桂花糕啦、有紅豆糕啦。有貴妃糕啦、杏仁糕啦，呢幾十樣糕點咧都好健康。咁即係每一個品種個糕類咧，佢嗰個營養價值都唔同嘅。我爸爸咧有5個仔女，佢咧有仔嘅。因為做呢個糕點咧，做呢個倫教糕咧就即係揾唔到錢嘅。所以我啲家姐啊、哥哥啊，佢哋都唔願意做。不過我由細個咧，我就可能即係喺我阿媽嗰個基因遺傳啦，我就好中意食呢啲糕點嘅。不過我好細個咧，就跟住我爸爸同埋我爺爺嚟跟住做嘅。好多從香港啊、澳門啊，包括上海、北京、外省嘅開車過嚟。買我塊倫教糕，佢同我講話佢來自外省過嚟買我呢塊倫教糕食，呢啲係我最大嘅安慰。咁我接手嗰陣，我同我爸爸講過，你放心交俾我，我話我要俾你做得更好。